She got nothing open the well. Not to body, yeah. Shut it. Shut it. Oh, nobody nobody. Well, now, do that.迄内底真水呢，对，迄内底便所嘛是行家呢，百面的啦，我跟你讲，透冻的啦，对不？这就是以前老车站啦，你看基山车站，老车头就一只。我看这个车站哦，应该跟你的会所差不多啊。喂，应该超过我吧？应该有超过你，超过我。因为这巴洛克式的建筑吼，差不多拢是日本时代迄个时阵就保存落来。应该是昭和伊当初那就开始啊。昭和，甚至是大正嘛有可能。嘛可能。啊，阮阿嬷就大正时代出世的人啦，我拢叫伊大正妹啦。安尼啦。大正出世的，我跟你讲，咱今仔日吼，实际上是要去这个美浓，但是要去美浓进前呢，咱经过这基山，我想讲吼，基山嘛是一个旧历史的所在，一定要来看一下。安尼我甲你考一下。基山这个所在，因为这个车站吼，较早算讲是这个糖厂内面咧营运的这个车站，即摆已经无咧开啊啦。但是变做一个观光的景点。我先甲你问者，基山出产什么物件上介好食？金蕉啊！内行的。煞唔知，以前我咧设兵的时阵啊，迄一年有无？一人配给就是讲一工哦。上无爱食20支的金蕉，20眼金蕉啦，嘿，20眼金蕉。啊，但是伊当初那是因为安怎呢？伊当初就是因为基山的金蕉大出，出伤多啦。对。啊，农民颠倒出伤多吼，无控制迄个产量，对无？你知影意思无？是。计数一直落安尼，啊，拢袂去均的安尼，均堆的。来，你刚才有没有吃那个香蕉？包长官，我刚刚有吃香蕉。先吃20根，安尼。根本伤济。因为伊当初就是安尼啦，要行迄农民吼，趁无钱嘛，足可怜的。对。所以军队拢会收这个农产品啊。对啦。我跟你讲吼，唔拿金蕉啦，伊这边吼连建筑物，像讲咱看这个巴洛克式的对无？伊连头前迄搭有无？你有看到一个吼，迄个叫做弯宫门啊，迄石头做的宫门。这旧历史的呢？有。这我想，原本应该这石头应该是内底，对，这个原石哦。对，这原石。啊，落尾这个切起来安尼啦。我咧想应该是为着要保存啊啥啦。应该是安尼。系啊。喂，这拢门拢关起啊，啊，这敢若开这间有开诶。你好，阿姐你好，来欢迎，好。你这样看起来，看那是文具店那款哦。是，我这文具店是民国55年开业。哇，5年开的。对，目前是有历史的。哇，55年。你就原本就多少呢？我这是我细汉就迄个到
大汉，拢伫遮，拢伫遮，拢伫岐山遮啦。土长，哦，是。土生土长就伫遮就对啦。对，这是我的故乡。嘿。啊，咱拄仔讲这石，这个石公门啦，这个完工门是恁细汉的时阵就有的。嘿，阮细汉就有啊。这间厝是为塞洛马台风的时阵，厝顶有起哦掀起，整个都破坏掉，不得不再来盖整修啊呢。整修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拱形的点阿卡，保持原汁原味，我们完全没有破坏掉。好，所以这是目前这一垄喜观的喜样，原汁原味。哦，是安尼啦。此拱已经100年了，它100年啊。哎，以前都无脱落哦，所以它在建材哈，实在是。不是，它是用基微酸的石头来堆砌出来的。这应该是从日本时代就开始有啊吧？之前应该就有。有啊。因为我看迄车头遐是。1910，日本时代1910年开始。对，1910。我就这意思。因为它那时候的建材没有很多，能够就地取材用的就是这个。但是足够的，你看古早人的智慧吼，迄个建筑物吼，你经过几落十届的地动，嘛无安怎。嘛无安怎，嘿，这足稳的呢。一直到即马，原来是保持了真好。这条就是吼，岐山的老街，你看，这就特别有老街的感受。什么？因为这原来是交通的要道啦。对。所以讲，我可能讲伊咧规划时，可能无法度用做人行道啊。对吧？过来就讲，你看这有这种厝无？伫咧台北就是大稻埕迄边。红家厝啊，这个红家厝。红家厝吼。这洋楼啦，这种以前的人用大稻埕遐洋楼啦。对吼。这种洋楼嘛是日本时代就。日本时代开始的。面顶迄个雕刻拢足水的。所以草嘛是大清开始的哦。欢迎咱尊贵的太上落座啊！感谢各位。这就是算讲以前的洋楼。但是这呢是算讲这一个地标啦。地标。对不？即马原来是农会。对。啊，较早咧，因为较早楼仔厝拢较低淡薄啊，所以这边就变做是会当安尼吼，远看到一切一个非常悬的一个地标就对啊。对，本来应该是这是上悬的，因为以前的楼仔厝吼，若去你3层楼，就是已经真悬啦。对。因为这是4层楼安尼。是。3楼半。你看，这担吼介出名，地心冬粉，伊是伫咧民国75年哦，我国校1年啦。你1年？哦，我那遐少年宫，我知。嘿，咱秘书长，我会使卖讲遐久的。哦，我会使先入去食一下，好袂？无咱先坐一下好。先坐一下好无？先坐啦。拄好遐有空棚，遐有位，我先来占位。来，你占一下，你占一下。来，你坐坐，我坐落下来。我坐这，我坐这。看咱点起来啥物较好吃安尼。哎，头家娘，歹势。你好。哎，歹势。你好，来，这阮的菜单。哇，水，头家娘嘛水，你看。是菜单水啊。啊，恁家有啥物较好食的？其实拢食招牌咧，伊啊，迄个地心冬粉，
啊，到这两下日起，我会建议人客食这两种，你若讲第一道来。啊，你安排啦，我你安排好啦，对啦。哦，给您处理。谢谢。欢迎哎，一个重点，好。千万唔通加盐水。哦，我当做要人足济盐水的。嘿，伊无爱盐水，绝对无我爱盐水。盐水我会分得安尼，谢谢。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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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真正有够好食。我你即马炖多还是炖多一出的？有够好食。好食甲会哦，激动就对啦。好食甲会冰倒，你知影？哈。真正有够好食。南部口味啊，南部的烤味。这是较甜的，袂有那多好呢。若是甲台南比起来吼，佫无遐尔啊甜啊，但是是偏甜的无。有够好食。诶，这是头家年这真正好食。这是传第几代啊？恁？其实我应该讲是第三代。恁算第三代啊？算第三代。阿公啊开始在卖吗？唔是，其实应该是讲这第一代的头家娘哦，伊伫咧民国75年的时阵，伊开，伊差不多做有30档。30档。30档了，因为伊身体无爽快啊，哦，然后伊就想要退休，啊伊的事业无要做啦，哦，无要做的，我妈妈跟阿姨来接安尼。啊，你妈妈会讲，无你拍互我做安尼。嘿，啊，就讲啊，就来两个姊妹啊，就来做安尼。就来做安尼，所以讲你算讲，若是为恁妈妈阿姨开始算，就是你是第2代啦。对。对无？啊，但是算源头是第3代。对。安尼意思。对。啊，你是妈妈叫你来接的嘛，是安那？因为我本来伫咧做业务。做业务。业务做20档。你台北还是咧台中？高雄。你高雄。哦，安尼。市区啦，啊，就是伊当中咧做业务，要有生一个查某囝，啊，我的查某囝就是天使宝宝啦，有一点状况的小孩，对，慢飞天使。啊，就变成讲我一边做工课，啊，搁一边要照顾伊吼，因为伊爱复健嘛，啊，所以变成讲时间上吼，拢无法度安尼遐种，啊，拢无法度照顾着，两边拢顾袂好啦。啊，尾来甲妈妈参详讲，因为我本来是假日。放假的时阵，来家斗3工。哦，对安尼，本来是假日斗3工安尼。啊，尾仔变成讲甲妈妈来做伙做，啊，我甲伊轮流。哦，有当时我若无来，我就是去陪阮查某囝上迄亲子共学、复健课安尼。哦，啊，即摆囡仔几岁？即摆11岁，11岁，一切拢真稳定啦，进行当中啦。嘿，对，就是拢伫咧稳定中求进步。对啦，这是打的冬粉啊，是啊。嘿，打的冬粉。打的冬粉。因为阮遮吼，算南部较热，较烧热，你若到热天吼，即种汤水吼，较食袂落。对，较无遐受欢迎啦，较无遐人较爱食，啊，所以我就变成讲，佮拍另外一个主打，就是你若热天嘛，小想要食低锌低脂，啊，冬粉你通做搭的。哦。安尼食嘛是真清爽。哦，谢谢。安尼我小问一下，恁遮差不多拢做到几点？早时啊几点到下暗几点？哦，我本来卖早顿，7点外就开始卖啊，即摆变成改做9点，啊卖到下晡3点半。哦，到下晡3点半就结束啊？因为无卖按照我接囡仔。哦。为着囡仔啊，就是拢爱配合迄个时间。你小等下，我先冰一下呢。好，你要冰的。安怎啦？敢有遐咸嘛呢？我卖给你。什么鸡？你台北开一间好无？哦。咱讲实在。真的啊。那就好食啦。这台北食无这款。足清爽的对无？哎。这当加咸袂？加咸，爱加。我爱加咸。但是你有2种我来提。有2种哟。辣豆瓣加辣。对，我足感谢你讲关于接济呢。真正有人无爱接吼，这都无意啊。做食足忝。我本来烘练，做甲愈来愈苗条。哎对。安尼你唔通休，请继续。哎。这叫做幸福的滋味啦。这有人是逐工来无？有吼，我咧摇这。我可能吼，我应该逐工拢会来。我莫讲伤过项嘛，咱讲差不多一礼拜，你若讲我若住遮吼，我一礼拜顶多好差不多来3工。咱讲实在啦，真的。莫讲逐工来安怎？因为这搭配起来吼，伊的迄个规个
口感啊，还有伊的气味咧是加倍的，你就爱加租的就对啊啦，啊加一租的。你有想要去台北几日用？你要倒用？倒花钱。你要倒租啦，唔免倒用。有。但是啊，看到我，看到我那意思。你嘛讲啊伤紧啊。到位啊哟！当然是这种。啊，对，到位啊，对啦，啊，说，直接，有车子。来。嘛，我是奕晨，啊，这是阮小妹，叫做妮妮哦，两个拢是真正的大美女呢。哇，恁伫恁的庄仔头是毋是足出名？恁两一喙尔，拢大家围我来安尼。咱拢讲阮是柑仔米小姐。哦，这边算是这个米龙嘛，对不？啊，这米龙一般来讲是客庄。恁是客人吗？咱那迄客家人。哦，客家人，伊遐讲客话。我讲客家话。啊，讲客家话。冻酱啊。冻酱的啊，什么冻酱的？是。少少啦。我根本是麻麻地啊。咱酱的什么啊？那是冻痛的。冻痛啊？都会痛啊？唔是痛，迄是痛啦。痛是欢喜安尼啦。嘿啦，我做欢喜做痛的。哎，对。啊，客语的咱的这个tomato 就是咱柑仔米要安怎讲？咖拉咩？咖拉咩啊！咖拉咩？咖拉咩？就是加了蜜的那个番茄状态，所以就是咖拉咩。那它其实最通用的讲法就是 tomato 就是外来语翻过来。是。一般是咱看到这款玉米的这个 tomato 哦，就是这款的柑仔米啦，拢是红色较侪。这款黄色的，这是柑仔色，柑仔色的较少。这个品种叫做丁蜜香啦吼，丁蜜香。我们中文就讲它是橙蜜香番茄，伊是米龙的代表性作物。这么大片的这个园区，敢有这个开放讲一般的这个游客来遮，安尼体验讲采果去安尼。我们有办食农教育的时候，就会让大家来田里跟番茄培养感情。有。我们就是会有大到银发族的学生，然后到小到那个幼稚园的学生。那每个人可以玩的形态跟可以体验的内容都会不一样。温能你们很适合什么形态？做工的形态。
一切看都看出来啊。这句话真正无啥，真好上啊！我无啥介意听咧。什么叫做工呢？形态。毋是做工，就是讲咱较会晓讲要安怎做实啦。哦，对啦，对啦。是毋是安尼？实做啦。嘿啦，就是讲你甲你学了啦。安尼吼。嘿啊。我知影讲我做代志有效率啦。咱店要拢教你做安尼啦。安尼吼。我甲你指导。好，无问题。安尼咱今日要做啥？好，我们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是要帮番茄除侧芽，因为呢，我们认真看哦，番茄呢，它在长的时候啊，它会一直在这个叶这一枝最粗的这一枝，才会发一支细细支的，嘿，这都要小枝的就要手扳掉，扳掉，对，手呢直接这样子给它折下来，为了要让番茄的果实啊可以集中养分给它，让它变大颗，让它变甜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些做适当的整理。那为什么我们不用剪刀？因为呢，这个番茄啊，它可能生病了，下一颗没有生病，剪了它再去剪下一颗，下一颗就生病了。奇怪呢，爱用手挽，啊，唔是安尼共款，啊，手嘛是有迄个啊，对无？细捆地的啊。但是我们这样在翻的时候，其实不会碰到它的这个。哦，是安尼啦。我们只是抓着，假设它抓在它。哦，了解而已。就在面顶啊，上凹的啦。了解。那剪刀会有直接的截面。了解，了解。你只要呢，就是把这些小小的芽清除，那一路要往上寻哦，寻到这里也有小侧芽，这个也要拔掉。这块你嘛先拔掉。安尼哦。再往上寻哦。这个有，这个有。嘿，对，那个也要拔掉。然后就开始一支一支的寻。这都比赛。嘿，这个也要拔掉。对不？这比赛。转一下，凹一下。为什么这样拍慢？因为它比较粗一点。哦。对。正常的啦。对，正常的。对，没错。然后这个呢就直接放上。这只可以留下来，因为它底下有果实。对。那我们再继续往上寻。哦，对，然后再往上。这有开花，所以咱卖叮当。啊，但是这当慢吧。加。细枝的。可是这个是成双成对，所以是叶子。哦，所以就慢慢。对。其实胖胖呢。对。它的就有了它的味道。有啊，敢若有迄种，敢若是迷迭香的气味。迷迭香的。有啊，迄种感觉。嘿。然后还有可以跟台哥分享一个很特别的哦。是。你看到它这里呀，接底下这根的位置跟上面这里是不一样的结构。这一看嘛是tomato吗？不是。不是吧？它是茄子，因为我们番茄啊，如果是用种子发展出的小树苗，它长得生命力很好，很会长，可是它很容易生病。哦。它生病之后的状态就是没有什么果实。哦，了解。所以我们后来啊，农民就发现说，它跟茄子接在一起的时候，它的抵抗病毒的能力比较好。对，所以它的产量也会比较多。台哥，请注意，这个应该可以让它过耶。手下留情啊！好 ，OK， 完成这一支 OK。好，你刚才落去，我本来已经要甲慢落啊，然后你这是 Louis Armstrong。You know him. My man. 我是咧问讲吼，这个恁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去学？这是自细汉的时阵出来面就开始咧种这个吗？对我来说的话，我们差不多在国小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在2005年就开始种这个陈明香番茄。我的阿公就是这个番茄品种首批生产试验的人。对。哎呦，这阿公真厉害呢，那讲实在，真有远见呐。对，阿公是那个开封者。然后把这条路开封之后呢，那其实一开始大家对于橘色的番茄它是问号，没看过啊，没有人看过，大家都吃红色的番茄。是啊。所以一开始推动其实没有想象中这么容易。看不了解。然后我们家的阿嬷是一个很喜欢分享的人，
哦，他就拿去分给醋鼻桃味，然后还有我的同学学生。啊，恁先吃看卖嘛。对，然后之后大家就觉得哦，很好吃呢，美味しいですね，这样子。哦，啊，等到翻头回来买安尼。对，然后之后呢，我们家就变成大家说美浓这边的番茄阿嬷。哦，伊变做番茄阿嬷。嘿，阿嬷就是番茄阿嬷。哦，安尼，啊，这是当时开始想讲啊，无我这厝内面的这个家业我来食。我是在大学毕业的那个时期，然后回来家里做这些事情。那也因为我从小时候就是看着这个产业从没有到它有这么好的成绩，又再到后期因为天气环境病虫害的关系，整个大幅的减少，所以其实会有一种感慨。就是以前人大家都说我们都一直是投入这个产业啊，可是现在是大家都宁愿种别的，不种这个。那它又是代表我们美浓很重要的一个代表性作物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可惜的。于是我就回来开始做食农教育，然后开始把这些的小知识啊做更多的推广，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真的从不同的角度来认识这个产业。有，会当请教一下无？你是读什么科系？我是念东海大学的食品科学系。东海非常好呀，足好的学校啊，对吧？大学。然后其实有个重要会让我回来的契机呢，是食品科学系我们的课程里有一堂课叫食物学。食物学要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要了解我们用来做加工的原料，它是不是真的安全可以用来加工？是。像有农药残留的就不能拿来加工。所以老师会带我们真的深入到农作物的园区，包含百香果，然后包含葡萄。好，了解了原因之后，转过头来，老师问我说：“你们家种你们家没有种百香果，你们家种番茄的，那番茄呢会有什么样的状况？是什么原因导致的？”我讲不出来因为我以前在家里做的工作就是只有做包装、分级，然后贴宅配单、出货这样子而已。所以我从那个大一开始就被教授说，亏你是番茄养大的小孩。所以讲因为安尼，老师的话给你刺激到。对，所以我就决定呢，在那个1个礼拜只有上5个小时的课，所以我就把其他的时间切回来家里，然后完整的做了番茄的1整季的工作。然后做完之后就发现，原来番茄的世界没有我们想象中这么简单，但是里面有很多很有趣的小科学，可以跟很多的人分享。所以我们就开始回来做这件事情。咱真正要感谢这位老师，这就是叫做 inspired student。这个 case 啦，そうですね。inspired。所以这个妹妹嘛是食品科学。我是音乐系的。music 完全不一样。音乐方面呢？因为刚好在大学时期的时候，姐姐就开始回来做食农教育的活动。那因为家里人手不足，就只有2姐妹，所以我就只好被召唤回来说，那帮我来一起。有空的时候帮我一下。对，所以我就开始一起跟着做，然后发现说，哇，原来真的是番茄的世界如此的广大，是有这么多知识的。然后那时候就觉得，好像也蛮不错的。我们都笑称说啊，他学钢琴学了10几年，毕业之后用他钢琴的手来采番茄，灵活的呢。我跟你讲，这就是有关另外一款 tempo。是。噔噔噔噔噔。一粒搁一粒，安尼。所以咱既然是安尼生，我想要看卖啊，伊的手到底是有我尔厉害。我是不是通缀着伊的骹步来学这2步七啊？好不？怎呢？咱即马就开始来挽果实，你感觉如何？好，来。
来，咱给你介绍一下，是，这是玉米吗？不是，这嘛不是，不是红的就叫玉米，不是。啊，无这个品种叫做啥？好，我们来说明一下，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美浓常见的陈蜜香番茄嘛。那这个番茄呢，它叫做丽妃，它是一个新的番茄品种。多一个荔，荔枝的荔。多一个妃，妃子的妃。哦，赖妃嘛，赖妃来嘅，赖子啦，你知道啦。係啊，賴妃，賴妃，賴妃好好聽嘅，好聽。因為它其實是因為我們美濃現在的那個嚴重的病蟲害啊，讓這個陳蜜香跟玉女現在很難生長，所以我們要找下一個番茄新星，所以我們呢就開始去測試了很多個番茄品種，然後在裡面找到一個整個生長狀態啊，然後消費者喜歡的程度更好的番茄。那這就是一個我們正在推廣的新番茄品種，叫做麗妃。賴妃，賴妃賴妃啦，賴妃，來妃姐，我妃姐哦，你妃姐，我先食一個。哦，一喙呢。哦，凱哥覺得如何？非常好食，這甜度足懸的呢。真的。但是咱頭拄啊捌的是這個叫做甜味香香，我先來食看賣這個甜味香。誒，你安尼是等於是 review，沒有，以前那叫甜味香，你知道？安怎講？你若一開始煲的時陣吼，一開始呢煸者安尼哦，有迄個香蜜，迄個蜜的迄個香，是毋是這意思？對，對，伊較香，是毋是？伊的，但是我感覺這個甜度較懸哦，甜度較懸。吼，但是伊這個吼，較有一種酸味的感覺，但毋是迄種大家行到你迄種酸啦。這種酸就是拄拄啊好的酸，酸香啊酸香的氣味的酸，啊，佮加上伊的皮，迄食起來這個皮較幼。所以若是愛食口感的人，迄種愛食香味的人愛食這個，啊，若是愛食甜的人愛食這個。其實你兩項攏要當去請。啊對啦，咱講實在，토마토加食一寡對身體嘛真好。維他命 C。我們都會講小顆的這種呢，是分類成水果。哦，大粒的是蔬菜。糖分含量高。哦，它管。對，所以我們一餐可以吃的番茄的量是你一顆拳頭。哦，若是講這種小토마토就是一個拳頭。就是一顆拳頭。我頭拄已經食一個拳頭，我夠食兩個啊！你講，我食速度就緊的呢。沒關係，至少它熱量低，其實相對來說還是可以控制的。那토마토啦，芭樂啦，菱果，這款攏是較好的水果。袂講遮爾傷過頭甜啦，有的人去講糖尿病啦，迄就無法度啊，無法度食。對，因為你是因為講厝內面即個自細漢就開始咧種這個，所以你就想講要去讀這個食品的科學，還是講你是安怎有興趣？沒有，我是因為家裡面做這個，我們家有好多外觀不漂亮的番茄，然後在家裡很可惜呀，大家都嫌棄它，那它沒有其他用途嗎？我想說要做加工好了，然後就跑去念了食品科學系。所以講，咱希望咱農二代對不？對不？真正農做農的第二代，唔通咧捕人的第二代。其實農二代農包，你知影？對啦。啊，農二代安尼，其實人才看會起你。是啦，是毋是安尼？自立自強啦。我攏感覺自立自強。看到因兩位吼。啊，這個妹妹咧，妹妹你嘛是就對着姐姐的腳步安尼，就一起做這樣。你有感覺伊足辛苦的，所以你嘛感覺你要做伊。對，就是在他的背後撐腰，就沒事還有我在。對，他是我最強的那個助手。姊妹啊，感情真好。
咱即马吼，就是即抓要进入到即个要去拜访的即个主人家，美浓的特产叫做水莲，我毋知你有听过无？水莲菜。啊，即马要去拜访迄吼，就是咧种一个水莲菜。啊，水莲菜算讲是迄种伫咧水内面的即个食物。即口罩因姓李。啊，因遐吼风景真好，以外佫会当看到一种叫做菱角鸟。鸟啊，嘿鸟啊，啊，毋过伊叫即伊迄种品种吼，就是台语叫做菱角鸟。是迄个鸟啊的形真像菱角吗？还是啥？毋是，听讲迄种鸟啊吼，华语叫做水雉。哦，啊，水雉鸟呢，伊是靠迄个菱角园呢去繁衍繁殖下来，然后叫法度互伊活落来就对啊啦。所以就叫菱角鸟就对了。叫菱角鸟，听讲是安尼。对。头前遐啦，对无？我这边啊，个拢种菜，细只拢一个种迄个雅莲、水莲菜，可能有可能拢种水莲菜，迄个叫水生食物，顶个食，顶个食。李先生啊，嘿，李先生。哦吼，李先生吗？对，李先生，你好，海哥你好，你好，你罕行来呢？头一届来，你头一届哦？头一届来。啊，我第二届啦，嘿。哎，你第二届？无啦，我第一届啦。第一届。我嘛足罕行啊，即摆是咧包装啥？是咧包装咱的这个水莲。对，啊，这要拍卖，送市场去拍卖。哦，搁要送市场去拍卖哦。对，这是要送啊一期二期啊。哦，这个是鸟啊的，鸟啊嘿。再有认证，这个吼是阮的水蛭。水蛭啊，台语叫做菱角鸟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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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是菱角鸟。不是菱角鸟吗？是鸦莲鸟。鸦莲鸟。嘿，你讲菱角鸟是台南北河呀，它是讲菱角。但是同款的鸟。对。同款的鸟，啊，恁这边叫做鸦莲鸟。对。好，安尼咱就是哈。这个叫鸦莲鸟，嘿，就爱随因的，随因的咧啦。啊，拢叫做水鸟，拢是水鸟，无对啊。水鸟，嘿，啊是讲哦，咱既然来到这个因这所在，咱就爱随因的咧，因的讲法对无？水莲鸟，唔是鸦莲鸟，啊鸦莲鸟，不是水莲。安尼是鸦莲的，这应该是客话吧？鸦莲也是国语。野莲也是国，野莲也那就讲啊，客家话也是野莲。客话要安怎讲？雅莲呢？雅莲呢？哦。啊，你讲国语的话，跟音差不多。野莲。雅莲。啊，你本身是这个客家人。客家人。客家人。咱讲的客家人。客家人。耶。好了，不要讲那么多了。阮某煮好啊，要食饭啊啦，来食。煮好哟。哎呀，哪好意思啦？来了就食啊。哎，阮那个。行，太好啊！啊，后边要。哎，一只这边。这吼已经是餐厅的顶级啊！
差不多啦，差不多。哟，你平时啊拢是十几道菜吗？安尼？没啦。哟，差不多过年时间安尼哈。过年。哟，啊平时啊就凊彩。凊彩食安尼，无可能。咱的孙啊咧查某孙拢伫遮，这两个应该是孙甲查某孙嘛吼，对无？因两个伫遮嘛上无应该是拢办甲遮齐操啦。不三时啊，是出去外口食尔。哦，安尼哦，安尼，咱哪食哪讲，哪食哪开讲。来，吃饭。你食啊，妹妹你也先食，行。哎，吃饭。请。这个就是鸭莲，菜，啊，炒的跟我们外面炒的不一样，你看看。我头一摆听到讲，这个水莲，我拢讲水莲嘛，叫鸭莲，我其实唔知影。我知道，这个本地做这个鸭莲哦，那个农会，它有注册商标，其他的县市都不能取。哦，安尼哦，都是干那伫美容家会使，美容家会使，哦。啊，这用钱的，过钱的，鸭莲马上过钱哦。这是鸭莲钱，你外口食无啦。炸野莲。这袂像啊日本迄款天妇罗共款意思呢，对无？恁是对于较早就是这做这鸭莲就是做几落代安尼吼，这是无啦，无哦，这不是组团的变远安尼哦。我是较早是阮爸就是种薰草啦。种薰草，对，因为咱讲美容家拢是种薰草较多。啊，即马的政府吼，伊讲啊，外口买那个烟草比较便宜啊，我们种的比较贵啊，就收回去了，不给我们种了，我才改种野莲。我已经种鸭莲，已经种30担啊。30担啊！30年前恁是算第一批吗？是讲恁进前就有人咧种？这个是会叫鸭莲的原因，就是这个是野生的。野生的就水生食物哦，水生植物啦。这个是较早是哦，阮阿公伊迄当阵就有啊。阿公迄当阵就有啊。哦。啊，较早是无人食，是讲啊，阮阿公是讲哦啊，落雨那夏季的时阵有无？啊，就是伫落雨无菜好食，啊，就是慢来食。啊，是开始咧种是倒一家开始，上开始啥物人咧种？钟先生。啊，姓钟先生。啊，伊即摆已经80几岁啊。哦。伊开始在先种的。在种的。啊，伊种无济，迄当阵。伊开始种的时阵吼，因为伊无像阮种哩遐尔好啦。爱青菜用的。安尼炒。现在白白的安尼。我卖无够。嘿，我就去给摕。倒水摕出来吹箫。啊，然后过来就是讲拢无够，要给叫回拢无回。哟，所以他决定说，啊，无咱来种，看卖啊咧。种这。所以才一担一担慢慢啊起来安尼。安尼。这个菜伫台湾的历史，其实算讲无讲是真长啦，就是开始大出，唔是讲真长，但是咧，已经深深影响到咱饮食文化。嘿，连咪因食饱想要想讲。你是要休困，拜拜。那2个就是他。哦，我用我知。囡仔咧大足紧的咧。我做知跟囡仔，囡仔咧边仔咧提土，对。啊哥哥吼种较捌世事拢，你先卖吵，大人咧讲话。啊妹妹怎样？我想，我回去可以吗？啊哥哥说。你先等一下，我再处理一下。哎，你知意思无？哥哥种菜呢？对，种菜啊！我就知影因的性，囡仔性就是安尼。啊，是讲恁两位是安怎熟识？嘿，因为你平湖人嘛。你时代有够好奇的。嘿啊，无，阮这个节目就是好奇的节目。嘿，阮的主题曲叫做八卦。八卦，好，来我讲。因朋友。因妹妹的朋友，甲我伫高雄上班，同事做伙上班来啦，那不是同事，那不是我妹妹的啦，那是跟我同学呢。你讲同事，哦，凊彩啦。伊做计较这啦，他是我同学。啊，他嘿啊，伊讲要甲我介绍啊，好啊，不要紧啊，啊，那时候伊真的一个在做兵，好好啊，然后就。食材看卖，食材看卖啊，哈，又出来呀，冰果室假冰，觉得还好，可以的，啊，那懵吃看卖，食西瓜安尼啦，阿姨有问我，啊你住平湖哟，安尼嘿，啊你看，哇，那我们要先自我介绍，那时候他是客家的，客人啊，阮爸爸讲，阮妈讲，客人啊吼，啊注意哦，
啊，就因为可能我长40几年啊，基本上讲出来。我感觉讲今日来，唔通。咱两个人做成个家庭适合啊，袂使安尼，袂使安尼。哦，话讲坑40几档，基本上我你都老出来。结果恁3个后生查某囝，安尼做成就嘛是真好啦。是啊，栽培了有好啦。哦，啊，咱即摆就是产的物件，拢是恁两个咧做嘛，还是有请工咧做？我有请工，我有请农工。少啦。啊，大部分都是拢越南的用。哦，越南哦。啊，伊若来寄过来遮啦。国外的这个移工啦。移工。嘿。所以讲，你即摆原来是会落田去做这代志吗？穿一下水鸡装安尼就落啊吗？即嘛是较无啊啦，较早是啊，无请无工的时阵吼，拢逐工爱落。我差不多3、4点的时阵就爱落啊。透早3、4点。为什么天还袂讲落？为什么啊？咱个工人爱来做啊，我工人7点来做啊，我头较早去做。嘿，慢等来，互阮做啊。哦，了解。清理啊，清是，清洗啊。清洗啊，包装啊，你有想讲要？刚出来1000斤安尼。哦，我无得，我袂了。会伤忝吼。啊，你工人爱有认知，嘿，叫无人嘛。人光歹请，人光歹请。阮嘛做30档啊，会使慢慢啊退休啊。啊，但是你即摆退休，啥物人要接？对啊。啊，就慢慢啊来啊。有啊，你两个囝，一查某囝，一个后生，即摆落去军队的啊。做大汉的要退我，要退我要转来。差不多莫晚了25年，再差不多4档。安尼是倒你看25档了，伊都有迄个退休金，啊，佫有通领迄个逐个月迄个啥物，月金，嘛是通会使领。啊，过来，过来，几年会当。安尼厝内面工课佫会使顾。对，安尼 OK， 稳定。老师搞啥？老师你好。恁原来是高雄的这个野鸟协会嘛？是。啊，今仔日伫遮这个所在是咱讲的，遮伊讲是叫做鸭连教，就是咱的华语讲的水蛭，是安尼。啊，其实水蛭敢有通用全国拢讲的迄个名？对啊。水蛭是华语啦。啊，不过逐个所在吼，拢有互来号无共款的名，像台南的关田吼，是全台湾这连角鸟上多的所在，所以关田因种连角，所以叫伊连角鸟。啊，阮美浓吼种鸭连，吼，所以阮叫伊鸭连鸟。啊，这拢要紧。啊，若讲种西瓜，所以迄西瓜鸟，迄是随地物啊。是安尼哦，叫啥物名？就叫做啥物名？种当归啊，当归鸟安尼啦。安尼哦，不过这嘛是介悲伤的一件代志。安怎讲？因为这款鸟啊吼，伊本来自然的环境，因的滥产拢互咱占去用啊。啊，占足济，啊，剩一丝啦，咱起来种菱角，起来种鸭莲吼。啊，所以因较有法度。过来遮挖者，安尼吼，了解。所以咱就安尼来号名。啊，其实以前叫做水鹽雞啦。水鹽雞。
所以我讲，阮兜遐有一个山水鸡，我是知影。拍摄，无要紧，拍摄，讲啥笑呀？恁来就来看鸟啊！看鸟，啊，阮是希望这鸟啊的水，会使互恁感觉咱有需要来保护。安尼咱看咩来看？看头前吼，头前唔是鸭连鸟，头前是乐卡的。迄唔是鸭连鸟，迄唔是鸭连鸟，迄乌白啊卡长长，叫做乐卡。啊，上怎叫乐卡？你会使看卖。我看卖，会使来看卖啊。老师啊，为什么因的脚吼安尼长长，因的脚是红色的呢？吼，是，乐卡就是安尼。我讲，你迄吼较看袂清，你用这个大机看，你就知影，真正有够水的。所以讲，为什么人要来这个赏鸟就是安尼？看这鸟啊吼，哪动，迄个动作吼，足趣味，足深色的。真的啊，安尼我看。对，对无？哦，这安尼咧看，袂算安尼看纪录观点呢。有是啊。其实我感觉讲哦，观察这个生态吼，会当讲对着咱的这个水土的这个保护啊，还是讲对这个水鸟的这个保护啊，哦，或者是咱的这个鱼类啊，这个生物啊，这个保护，哦，咱基本上都有真好的概念啊。对，内底有一只鸭连鸟，嘿，啊，毋过伊较远，所以看起来浮浮无啥清楚。我看到。啊，这个所在就是因的生态地啦。生态地，生态地，因为因需要的是迄款烂地，水足济，啊，顶悬有足济植物，平平安尼，吼，啊，所以伊会使伫顶悬行来行去找食，啊，做寿生囝，嘿。只有一只呢？只有一只。那只畜牧啊？因为因出去上班啊，吼。啊？大部分去找食呀？大部分嘿找食，大部分下暗会直接困，吼，有30-40只，啊，日时因就去。边仔的鸭连田上班，啊，上班就是替遮的鸭连吼食汤，把汤吹出来，啊，食好调。啊，所以以前较早阮咧做保育的时阵，遮的农民吼无法度理解，吼，因就感觉你无代无志饲鸟仔要创啥，啊，鸟仔秘我的田内底黑白炭，吼，足麻烦的。啊，后来阮就带因用这吊镜，吼，去看鸟仔，因就会发现讲鸭连鸟是好鸟，帮因食汤。啊，即摆鸭连鸟搁较好。伊会使发薪水，或者的农民，哦，鸟仔发薪水哦。有啥物？是什么意思？因为咱的政府有一寡计划，啊，支持遮园艺甲鸭连鸟共生啦，共生的农民。了解。所以因有加一寡薪水啦，哦。啊，所以即摆鸭连鸟是财神爷，是财神爷啦。所以以前因看到鸭连鸟伫田林，因会放炮啊，来吓惊。啊，即摆袂啊，即摆放炮甲欢迎，妈连咪鼓吹落来，是安尼啦。所以恁遮会写讲，这叫做水质栖地啦。哦，所以恁就是专门这区是算恁的管区的对啊。是，比龙湖足大嘛，所以北边是互野鸟生团的所在，啊嘛足侪人来看鸟啊，趣味。啊南边就较商业啦吼。啊讲遐济吼，用讲的无效啦，咱来去。替鸭连鸟做一寡工课，安尼哦，当帮因做代志了。所以讲，阮的话对鸭连鸟有在贡献一当然哦。来行，来，啊，你水淹鸡啦，哎呦，水淹鸡啦。你即摆咧要弄，这窟你先解释讲，这窟是咧创啥？这窟是上重要的，因为阮要互连角鸟、鸭连鸟、水淹鸡有所在会使生团，所以爱有足侪这款叶啊铺伫水面的植物。啊，毋是医生，咱咧讲有咧布地莲。哦，布地莲袂使，迄袂使，迄都袂使，迄是国外来的，啊，迄足恐怖。哦，是安尼。啊，阮景的拢是台湾原生的。安尼才会使。哦，叫布地莲是外面来的，不是咱的。哦。伊颠倒会破坏掉咱遮的生态了，对啊。是，安尼咱了解。伊会欺负在地庙公啦。啊。客车咧赶庙公啊。对啦，吼，占地为王啊。是。啊，问题是吼，这款的植物
外口嘛足少的，啊，阮要种嘛找无，所以爱家己来种啦吼。啊，即窟种好济了后，阮就刷去别位，去送互别人嘛，共款要做即款工课的所在，嘿，替因省钱。啊，但是你也看，这就是咱的这金宝莲呢，那这边喏。嘿啊，这金宝莲呢？嘿啊，福寿螺。因囝呢这边喏，阮嘛做头疼的，啊，毋过即马有2种方法，啊，第一种方法阮袂使用，吼，就是除药啊，吼，足紧的，毋过迄伤害着其他的动物啦，吼，所以阮用放乌溜的方法，吼，你有看到遮有乌溜无？乌溜，嘿，放乌溜，哎呦，跳出来啊！马紧告诉有剩一只乌溜上爱食金宝类，嘿，所以等伊大汉，阮就毋免烦恼啊。乌溜会饲甲真大只，饲甲真大只。乌溜啊，就要等伊大汉，就要等足久的。啊，时到这金宝类已经发到世界拢是啊，是要安那？所以就爱请恁来帮阮打伊金宝的来弄到水内底。安尼哦，伊就袂发啦，吼，啊搁也是有捡到，吼，就来捡出来。啊，另外吼，阮另外一个头疼的问题就是这款的票，吼，这红红的票，啊，这款可能叫做三角票，三角票啦，这是满江红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啊，这是一款蕨类 ，firm， 蕨类，结果变英文。哦 ，very international。呀。是。啊，这款票吼，伊也是生伤济，伊的台湾要保护的植物拢砍过。这个物件就互恁安尼烤落，打伊的卵烤好掉。哇！啊，打水内底。你烤咧水就无度啊，烤咧水就死去作用啊。无度呼吸啊吼。豆豆安尼。安尼糊吼，摕起来只放，嘿，啊，这只鱼啊，咱就来放落去。啊，咱甲卵放伫咧内面，伊就伫咧内面。伊会食未？伊会食未？袂，伊袂食卵哦，伊爱食已经孵出来的，细啊知啊，哦，安尼哦。哦，来去哦，开始收水，嘿。噗。哦，水。好，爱再来帮阮倒好遮的皮，就是这红这个皮啊。是。哦。啊，咱这若清气了是，你讲迄鸟仔会来遮吗？会哦，伊就会来遮，伊会来遮生团。安尼哦，啊，遮的材啊，阮嘛会刷出去，互别人使用。嘿，恁差不多爱偌久爱清一届安尼？阮偌久爱清一届，阮逐工拢咧清啊。逐工拢咧清？嘿啊，清袂完安尼？清袂完，因为伊这足厉害的。吼，今日清明才给我发出来呢。是啊，嘿，真的哦，无到24点钟呢。是。啊，老师啊。是讲哦，恁的这个工作站就在边啊，啊，这四周围全部拢是这个亚莲蚕的这个农友。是当初吼，恁要入来，应该嘛是有拄着一寡困难吧？爱去说服，爱去互因了解对无？是啊，啊，上早美容家是刘浩先甲黄淑梅两个老师吼，因开始做的吼，啊，因一开始做当然是做辛苦，因为因希望这亚莲鸟。毋但是寒天的时阵来遮找食，啊热天的时阵嘛会使伫遮生团。是。嘿，所以因成祖产，啊来做这工课。啊，遮农民吼，看因做甲遮努力，啊，佮足侪人拢来斗相共，渐渐嘛接受啊。哦。啊，菱角鸟、亚莲鸟，啊，佮生甲足水的嘛，所以阮嘛想讲，会使学台南关店，因咧卖菱角的时阵是请这菱角鸟来斗相共斗销，啊，阮美容家就是请亚莲鸟吼来斗销这亚莲，所以阮有一个品牌，华语叫做复制联盟啦。复制联盟，嘿，就是保护亚莲鸟，啊莲吼是野莲的莲，吼。伫即个组织，阮高雄教会甲蔬菜产销班第18班，嘿，斗阵来做。我头拄看到8字，我有了袂记的，敢若叫做什么富裕七地啊？水质流美，我是唔知啦，因为我知影讲太上因囝是有留美啦，水质是安怎要留美？留美是老伫美容啦，嘿。哦。伊像
水质流美是美容，啊，干嘛水质流浓哟？哈，就有水质来补人呢。哦，对，对哦，当然嘛用美啊。哦，对啦，流美啦。啊，水唔得留伫美容这所以他们较水。哦，水质流浓啊，那对。哦，对啦，是美容。水质流浓啊，对吗？水质流浓，歹听啦。歹听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哦。啊，这8字是像想的，你哦。这是大家做伙想的啦。大家做伙想的。有开会哦，有甲农民开会，啊，斗阵来想。啊，恁即马就是逐工拢是算讲上班来到遮就对啊。阮就住美容啊。你是，但是你是高雄人。阮高雄人。对啊，这位苏老师伊是。桃园，啊，你是读啥物？伊嘛是读这道的啊。哦，环境教育就对啊。环境教育。啊，你咧？读生态的。生态，大自然的。大自然的哦。真正无简单呢。咱这国家感谢恁遮的少年啊，咱讲实在，关于吼到是着咱对生态这个维持维护。这最重要。因为咱讲实在啦，你要做这道要赚好价是无可能。但是咱因为吼生活有通过 OK。啊！但是咱做的是一个足有意义的代志。是啊，安尼就值得人哦欣赏。当这个国家，每一个人拢干那想要趁钱的时阵，这个国家嘛准备要灭亡啊，对不？总是爱有人去做一寡，就是这真正正面的代志啊，对不？哦，阮其实嘛做爱趁钱的哦。啊，当然啦，这是一定，这一定爱互家己先温饱嘛，这是一定饱面的啦。啊，嘛爱趁别项吼，嘿啦，是。真正有够清气呢吼，你来看。咱有清过的所在就有影足清气的，咱讲实在。较清气啊。首先呢，咱请老师请教一下吼，咱菱角苗的台语名怎讲？菱角苗的台语叫做菱角乌。菱角乌。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看这粒菱角已经乌啊。所以讲你若讲这菱角已经涂去啊，就菱角涂，菱角涂安尼。哦，啊那烂去唔就叫菱角烂？啊那烂。喂，莫乱讲啦。莫乱讲啦。所以我即马要打这菱角乌这个材啊，刷去亚莲蚕内底，吼，好。亚莲角提早利用亚莲蚕来做收生囝，伫遐生活，哦，安尼就袂害农民损失着。安尼赞呢，这真正就好哦，来，所以请恁刷这个菱角乌，给搬起来。哦，老师谢谢哦，来，安尼，请恁上这个车，让去亚莲蚕。我是。做好好奇的老师，因为咱即摆是要种即个菱角嘛，菱角蕊啊，但是内面已经种迄个亚莲已经种啊，是啊，但是搁爱想讲爱咱的即个鸟仔会来，是啊，搁袂使伤到咱农民的收入，对，这足复杂的呢。我感觉是加一，你爱问伊啊，想要回答的。这真正是足复杂的啦。较早吼，亚莲鸟伫田内底生团，拢会用已经要采收的亚莲蚕。是。啊，问题是就是卡着农民爱采收嘛，所以拢会失败。啊无农民会损失。啊，所以阮高雄教会就想到一个办法，吼，就是也未采收进前。啊，未采收进前，啊，甲农民合作，哦，像这。啊，未熟的亚莲蚕，阮就先种较密的菱角，吼。啊，迄个所在就是一间足好的套棚用先用好啊啦，先起好安尼。是啊，互亚莲鸟先来生团，吼。啊，伊也提早来，囝就会提早出，啊，就袂拖着农民生产期时间。老师，迄内底即摆是有迄个咱的亚莲吗？有，啊，种了差不多5个月啊。个外月啊，好行，
是，啊，过来爱细腻哦。好，了解。淡薄较悬，OK。会使。嘿，水哦。全世界都有美容会使伫亚联产内底升 SUP。SUP 哦，这无简单哦。我是这样呗，李老师这样呗。我没有，我也要扶呢。哦。我也做那个机器啊，机械。我，我来，我们走了。行，来。啊，咱的李老师，咱这差不多你放偌久啊？你做这个算讲降生这个代志。阮正菱角哦，是这2冬开始用的啦。嘿。哦。老师，我即摆看安尼下骹拢安尼，全部拢压连，背拢压连呢。对啊，全部拢这个啦。啊？是吗？草，迄是草，所以我搭到是草。迄是马草诶，一罐西，迄是马在吃的草。啊，这个慢调吗？这慢袂完啊，慢袂完。伤济啊！我即摆骹去互迄个土吼贴到。我来，啊，即摆要种落哦。种落。种只一区。好，一区就好啊。嘿，啊，种好罢了。好。来，老师我先看，我看了咱整起来。哎，你都安尼头底下，安尼个饲落。饲落好啊。安尼好 ，OK。安尼会晓袂？好，安尼我就要。像安尼。啊，这个就像毛一样。你袂使摕工钱的哦。准的毛。好，你就安尼来，缀落涂骹内底，安尼就好。安尼哦。嘿。啊，种好较捌的，可能15公分一丛。种落就是啊。啊，个饲涂骹就好啊。啊，饲头饲偌深，无要紧，那你饲的袂饲落就袂浮起来就好啊。浮起来就好，有无？哇，哎呦，细年的，迄个骹会夹掉的，夹掉，毋是你要起来时阵，啊，先骹会先甲揪起来，毋是，安那？你后掌有啊，翘起来，哦，水入去啊，了解，啊，再起来，嘿啦，OK，了解。你种较白了，好。啊，我连角落啊，要紧，你紧着来钱落去土内底，嘛是有效。你钱收大力啦，哟，我准嘞，我会准啦，我走较紧呢，我夭寿，阮2个来个夹掉的都袂走。好，安尼，来，你摕出来较细腻，较细腻。这你一般差不多拢开偌久的时间伫咧遮，安尼一人走偌久？一人差不多。半工吧，半工吼，半工就豆豆用安尼，豆豆用，因为即摆的菱角较幼啦，所以爱较细腻的，爱分嘿。啊，阮拄当咧厝的时阵，无来用好开。这若长起来就毋免啦吧？嘛是会使，嘛是会使啊。嘿，你看伊遮有筋嘛，迄筋有伫土内底。你筋个，你像咱这长起有无？你要吹伊的头。安尼。哦。吹这头。啊，像这个头，这个乌乌的就是头。是。啊，你就甲饲喺涂骹内底。安尼饲的就好啊。安尼就好啊。安尼饲的就好啊。我较早是用，我毋捌种菱角有无？有。我掠准是菱角拢铺伫顶头，无紧落去涂骹咧。较早毋捌。毋捌啊。啊，我因来种的时阵，我知影讲哦，即马就是安尼哦，嘛是共款你爱涂骹洗起来哦。种这会调哦，骹会调。骹会调，啊嘛感觉好耍。你看，你骹毋哪会调？这长你这长嘛才会调啊，袂调啊，那这飘一个，飘去遐去。嘿啊，对无？这一定爱吼，甲锁好按呐。人讲这故乡的土上凉吼，这今日了就一个感触。
拄则吼，咱做的是这生态方面的，但是即马都要咱对咱的李老师来开始修行啊。对。老师，咱逐工拢有咧修吼。对，逐工有看入来安尼啦，是毋是安尼？我先跟你讲啊，安怎修？阮安怎种？安怎种？对。啊，阮种的时阵是用这个叶啊，这跟迄个在那个菱角。哦，同款啊意思啦。啊，你话菱角是一粒，嘿，菱角是遐种，啊，毋是阮的是遐叶头。叶仔的头啦。对。啊，即摆咱甲插落。对。伊就开始发啦。对，2个半就会使挽啦。就使挽啦吼。对。啊，冬天的时阵就爱100工。100工，爱100工。哦。爱100工。所以虽然讲是伊是一年四季拢有，毋过嘛是有分做热天甲冬天的即个差别。对。啊，即马是阮采收期。要好看好挽啊，还袂好挽，就是看叶啊，看了。有开花无？开花。啊，搁这生啊麻袂挽。哦。啊，这个水质有无？伊来遮就是讲，哦，这足挽啊，伊徛会掉。嘿嘿嘿。哦，是这个意思啦。这个意思，所以讲，阮种菱角鸟原因就是讲要互伊徛会掉。嗯。伊唔生卵啊。嘿，了解，原来是安尼啦。所以讲，阮要好采收啊，是，伊才来生卵。了解。无法度。都无法度啊，菜了去啊。有鱼哦，有。我头拄仔感觉有鱼对我的迄个重要的部位安尼扫过。乌溜。我想讲是啥物人甲我掠你知？乌溜食乌溜。是啥物人掠我的乌溜？哟，结果是乌溜啦。乌溜来捕你的乌溜。有爱注意，爱注意。直直来呢？直来吗？喵呢？哎哟，哎呀。因为我甲你讲啊，阮放鱼啊的作用就是，伊要食迄浮萍，啊食迄草。迄落就顶解下骹涂骹足济有无？皮啦，皮，要食迄个皮啊。皮儿。马草有无？哎，伊会食。马草，好。啊，伊迄食无物件食就是食鸭链。哎呦，哎，这恁兜的鱼啊，足爱我，你直直锁起来，你知影无？真的啊！无，真正有咧，真正有，真正有。我要徛你遮。没，你甲我换，你甲我换。真的啦，伊即摆直直锁过来，无你来。今天我徛伫遮。都唔来，一只鱼都无，因为遮过来遮就看到，吼，大鱼啊，哎就走去啊。你想当？哦，无，迄是气泡尔啦，歹势。我想讲是啥？那会直直，哎，那会我开始做起啦。哦，歹势。哎啦，我听你废话听遮久了。啊，我知影啦，我会口破空。伊水可能有直直起来啦，对啦，是这个原因啦，我会哭破伊啊，这规领裤拢淡的啦，我想讲奇怪，为什么呢？行啊，我这摆规领裤拢淡的啦，来，老师来，手出来，哦，我摇起来哦，几倍呢，哇，吼，哦。This is my first time， 摇一个水帘起来，安尼。不，后边迄句什么意思？啊，摇一个水帘起来，摇。迄唔是英文哦。迄英文哦。哦，迄英文。摇啊。摇，水帘起来。Yes。起来哟。This is English。有。这话吼。哦，你慢慢摇，看来，唔通摇长去。这摇长嘅。袂使摇长去，你要注意，爱注。爱轻啊，系啊。爱较右手的安尼，安尼对啦。啊，毋是看走的呐，看啊慢。有。我哔一声。OK。哦，来。站 ，This is 站。啊，你讲一下吗？啊，这就。无啦，你就好啊，我做的咧。有，啊这。你较贵的。你贵。我即摆规领裤拢已经是水啊，我无差。等一个你爬袂起来啦。有可能哦。无要紧啦，你若起掉，我才甲你拖去安尼啊。爱洗，爱洗，背，嘿，爱轻啊背咧，嘿，轻啊背，背，嘿，背的时阵就该转去。哦，老师啊，我为遮会使开始办啊未？差不多，这长度，无啦，你袂使吧？要袂？你要用啊差不多的时，有无？你爱用背会长，我差不多的时做哦。这头前一束啊，安尼。轮一个。哦，安尼，了解，好。你安尼用规矩一号板就好啊。这嘛有影呢，所以要安怎用？这手势应该安怎用？那个背长，你啊，背咧就长啊，安尼安尼哦。
我后场刚好地工，互你做。我是想讲，我请会起你。拜托的，我是想讲安尼，你这吼最幼稚的，我惊甲你用歹。人个工人讲叫我足歹的，我对恁足好啊呢。但是我听讲毋是安尼呢，我听讲恁遐其实拢对你足无尊重的，大家拢干那惊恁某尔，拢无咧惊你。你安尼我加一个班，对无？莫讲出来。直接讲出好，莫遐讲咧。啊是为虾米？因拢较惊头家娘，无惊你。头家娘发钱啊，我无发钱啊。有。哦，你真正。你的钱嘛是头家娘发的哟。伊发钱到，大家对较客气。我袂使讲一句话呢，我讲一句三个查囡仔拢甲你讲我呢。伊讲一句人应10句啦。安尼哦。你啥意思？你讲啊你无赶紧我你安尼有咩安尼啊？啊人有我讲一句，4、5个拢伫遐讲我，你知无？我伫遐哦爱变鸟鼠啊，你安尼哦，你在讲话安尼。哇！你所以讲我出来伫遮吼，会使干。真正威风的啦。嘿啦，会当加较大班的啦。安尼在，水哦。安尼老师你做，你看老师做会足清气。系啊，那样呢？咱讲实在。咱安尼每一届拢伫咧无共款的所在咧洗分书，今仔日有了较歹势，因为因伫后壁伫遐无闲，阮伫咧头前安尼生，是毋是感觉足白目？你敢会安尼讲啦？刺激的俩啦。上届主要的是啥物？你知？哈啦，洗分书是种真实。哦，真实。是种真实，就是讲，咱拢你若讲做事做了对无？你会忝嘛？啊，你若讲浸一下烧水，会当互你恢复你的体力啊。哦。啊，连你比如讲，若要困，嘛会困较好。所以就今仔日咱就将咱家己的肉体当做哑莲菜共款，哑莲菜咧洗，咱原来咧做咧洗。而且我咧看哦。后壁安那？伊有一个定数伫咧，即2、3、4、5、6拢写得足清楚。6步啦，6步。哦，这个定数非常的重。是啊。啊，阮咧问一下咱的理事啦。是。哦，咱的李大哥。哦，啊，平时啊，应该讲即个洗即个清洗咱的哑铃，应该拢伊较无咧做啊吧？看你做啊嘛吼。有哦，我买咧做，我逐工爱无够啦，某着吹啊哦。啊！你拄好恁迄边讲的，迄种一边讲的，敢若无啥相像哦。无啥相像。我一边讲一下，嚯，笑到个安尼。我跟你讲啊，这边啊，哦，恁两个是了白的哦。你即摆规安尼头咧咧，头咧咧，啊，拢看看安尼，唔敢讲啦，安尼。敢若阮囝做毋着代志。咱问一下咱的嫂啊，咱对啦，要问嫂啊，嫂啊。伫咧倒伊讲的话，伫倒伊讲的话哦，就袂使讲的啊，一顿来就袂使讲啊，你不讲，啊你就倒甲倒了白啊，共款安尼。我等下两个阿母相拍时阵哦。这一个看就知讲因夫妻吼，感情最好。最好的啦。真正好，是这有影。这款的就是正港听某出大富贵这款。是安尼。对。哦，嫂啊，你若讲看到
安怎啊？看到，安怎啊？你讲，讲袂出来啊！我感觉我咧看到你安怎啊？看到你那，因人咧边的时阵，你那这表情遮尔严肃啊！嘿，有带一个撒气安尼啦。无啦，本来就是安尼啦。嘿啦嘿啦嘿啦，对啦。啊，专心要做石头。咱的立场讲话时，原来是做安尼幼秀嘛。不是啦，俺无互相。有啦。像你甲恁太太嘛是共款，互相对，嘿。有啊，恁安尼伫遐遮洗，差不多要洗偌久啊？我咧洗暗啊，洗到暗。洗到遮拢无光。拢点火。啊？逐工哦。无洗了就爱点火啊。毋是恁敢有迄个一年有迄个休困的时阵无？有啊。几月到几月？礼拜天嘛是会休啦吼。哦，礼拜时啊啦，礼拜时啊。过年啊。过年啦，过年。那个3大节啊。哦，嘛是有啊。哦。啊，风台咧，这风台敢会受影响？会啊。嘛是会哦。这2-3档拢领补助呢，无菜。无菜？哪会无菜？啊，就风台扫去啊，大水冲去啊。啊，做风台来就大水做大水啊，大水拢规个安尼田的拢互你冲去啊，啊就砍死了啊，漂如木啊。做啥物代志拢有迄个损失啊，无可能无损失啊。人讲种鸭莲哦，伫水内底哦，袂损失哦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无可能啦。但是我是拄仔咧体会了吼，我是感觉讲，这个石头无好做。无做啊？毋是讲就介好做，转来要种要来买田做啊。对啊，无法度。毋是要买田，讲。无，这无好做。你叫伊讲你种个水的。哦淹大水时阵，你拢无代志哦。啊，囡仔拢种到烂去啊。对啊。有歹去啊。是安尼，都会农业的损失啊。对啊。你有看迄面顶迄写的营养无？有啥物镁啊，啥物锌啊，迄有诶无？哦。迄个微量元素嘛真多。迄最重要诶。系啊。像讲一寡士大人，就应该较食寡。啊，因为哦，以前咱较毋知影即个。是，对哇，啊，即摆咱较知影，对，啊，即摆买人啊较多啊，嘿啦，尤其是即摆少年囡仔咧，咱的迄落超级市场，或者是咱的火锅店，啊，是讲迄个茶店，即摆点这拢足平常的。对。李长，少问者吼，恁这味拢敢有咧做鸭莲呢？啊，毋过伊是足少年咧种，啊是讲平常。平均的年岁拢有较重淡薄啊。拢即摆拢愈来愈少年。即摆愈来愈少年咯。对，阮班上内底上少年就20几岁尔。对啊，你拄仔问，咱的这个问了，你问这。哦。啊，这个就讲照我上少年啊，你讲较袂晓。哦，是这个。你问我吼。对啊。你问啊假去。对啊。这嘛有影，歹势。这应该爱互恁老的互相去交流一下啦。喂。啊。太上，来，我跟你讲哦，
这个哦来到美浓，其实每一个所在就是有迄个所在吼特殊吼，啊，还有一个真厉害的这个吼真杰出的人物。比如讲你是北投人，以后我若是经过北投，就讲太上大伫咧遮。有。吼，啊，若讲咧，我来去北投有的时阵会有其他，比如讲陈明忠啊，对无？陈明忠老师啊。啊，若去淡水咧，你可能想讲冰辉啊。是啊，冰辉老师啊。对，所以来到美浓遮，其实嘛有足侪歌手吼，拢是对遮出来。哦，安尼哦。这个客家音乐吼，这个客家音乐、流行音乐吼，有这个几落位吼，真够创作，啊嘛真有才情的老师啊。是。吼，我这个访问过几落届啊啦。呀。真厉害啦。介绍你熟悉者。好啊。都是老师。这个来自美浓的人物吼，所以伊。他是彭玲老师嘛？哦，感谢您。我帮您，唔是啦，但是确实是美浓遮人闻着吼，但是伊算讲是模仿一流啦，模仿。啊，我即摆想要去找吼，是在地即个音乐创作人，啊，我嘛捌来过啊。伊讲伊住遮是自细汉就住伫即个美浓嘛，嘿啊，啊伊头一抓吼，甲我邀请吼去遐坐坐。安尼，所以啊你捌去过？我唔捌，你唔捌，我嘛是头。伊捌邀请你，但是你并唔捌去过安尼，所以讲你即届嘛是头一届去甲伊见面嘛？对。即届伫因故乡甲伊见面。哦，安尼。啊，以前是捌访问过。伫迄落台北拢伫我的电台有上我的节目，伊真厉害啦，嘿啊。我是会记讲你讲这老师，比讲这位老师是不是？做过大佛普拉斯。对，你行下来，你个知？因为伊这个音乐啊得奖嘛。迄个林老师啦。林清祥老师啦。因为是安尼，我会知影大佛普拉斯，因为我有看纳豆演的嘛。哦，对。纳豆演了真好。普拉斯。我有看。要到位啊呢？但是我这边安怎入去？对遮入去。唔对呢，安奈伫遮？伊互我一个迄个目标，但是收车场呢？那是车厂？这车厂呢？这保养厂呢？先直接保养啊？这伊讲伫遮无伫遮嘿。真假啦？因兜咧开保养厂的。唔是啊。我会记得唔是，还是练团的保养厂。我唔知呢，有可能。好，哈奇，来，看卖啊。干嘛呢？啊头家，你有要修你汽车哟？你车是安那？我唔知，我看一下哦。歹势，请问一下，迄个林生祥老师对无？加来，对。台长你好，你好，教练好久不见。老师你好，头一寡初见面呐，头一初见面。是。老师，我嘛是头一抓来到恁家呢。有。这位就是咱大名鼎鼎的林心祥老师啊，是不是这样吼？我已经访问伊5、6届有啊啦。无论讲是老师的演唱会，伊的专辑，对10当前我就开始有访问过啊。是，其实咱老师呢是这咱客语的，尤其是客家咱的这音乐的创作家，是歌哦，金曲歌哦。但是不离个哦，伊对台语的这个歌曲，原来是写了真多。尤其是迄个电影叫《大佛 Plus》，是，因为我是知影是因为迄阮迄个纳豆伊咧演这戏。我有去看，我看有迄个电影，所以知影讲内底这音乐安尼，系啊，真厉害。老师，你是拢唔捌离开美浓这个所在是毋？有啦，有离开过啦。啊，我高中的时阵我就去台南嘛，去读册啊。你是台南读高中的？高中，然后大学是伫淡水，然后我是1998。回到98年，98年，我回来美浓那个反水库运动，有，回来参加那个家乡的运动，激烈的抗争就对啦。反水库，反水库的运动。我记得老师上早以前是关子音乐坑嘛，对吧？最早的乐团。上大声是关子音乐坑，然后咧，佫变做是高岗哦，交工乐团。交工乐队咧，迄个时阵，伊出一个专辑是伫龙虾内面。是。
完全哦，就是拢是用面罩皮去隔音，你知影无？所以咧收音的同时阵，佫咧收到边仔有鸡啊啦、鸭味啊声。这个天然的声音。对啊，迄个专辑煞变做是咱台湾独立音乐的史上非常经典的一个专辑嘛。啊，老师，你今日炸这是乐琴吗？这个叫六弦乐琴。啊，六弦的这个乐器，因为这是我定做的。所以讲老师是会晓唱山歌字拢会晓唱吗？哦，这厉害！没有，我们就是因为当时候我们那时候写《我等人就来唱山歌》，还有《菊花夜行军》，其实还是从美浓的在地的山歌，还有客家八音的这个元素里面去出发去写的。所以我们对于传统音乐还是要去研究它，然后去唱它。老师，你今日炸这乐琴吼，咱先偏旁一下好无？偏旁一下，听一曲啊，安尼。好，老师先来玩偏旁一下安尼。唱一下甲美浓或者讲甲客家有关系。小看安尼。好，我唱这首叫《给美浓的情歌》。美浓人啊，美浓人啊，离开远的世界，不用点亲贫富。美浓人啊，美浓人啊，离开远的世界。半心盼地，出爱人啊，出爱人啊，炎炎挑起唔准，太寒披身薄心肝，归来人啊，归来人啊。有归乡的路好，爱娘袂点亲贫富。美浓美浓，阮的情歌。美浓美浓，阮的情歌。这就是林生祥老师上厉害所在，就伫咧遮。分美浓的情歌，真正足感动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听到这个民谣哦，不管是客家还是讲咱台语，拢深深让我感动。我感觉讲老师的歌声有一款感染的感染力，伊足厉害。真正，我嘛是听伊的现场，我为什么我的老爸？就是安尼。是洋葱吗？是，就是种感染的这种气氛呐。对。说的是呢，啊，老师拄也是客家的一个歌，我知影讲老师嘿，这个台语的歌嘛是真厉害。你敢有台语的歌吗？就《大佛普拉斯》里面的片尾曲嘛。好啊。然后你要听哪一首？会使啊。你点歌呢？哇 ，OK 啊。但是迄条歌嘛是做一款意境伫。当然哦。对无？咱亲像。我要安怎讲？就亲像 rock 的音唱，伊是 rock 出身的，音唱这款原本就是 rock。来，是来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，来。人生无定着世事歹汉算，平心的。唱诉我无，路途百里命，虽人好也散，高力的北我无。
有青，有日飞，有破厝，有田路，有草啊花，有梦，有耳，有鼻，有舌，有一生情义，有知己。如梦幻，如泡影，如落叶，如电，如梦幻，如泡影，如落叶。我讲，老师的歌爱听现场的，对，伊现场甲客搬出来无共。但是对我来讲呢，当然也是这个先去了解到，因为伊的唱片一向以来，拢是以这个幼稚为主，就是讲，除了死命来，啊，佮每一个这个乐器要安怎去甲夹斗阵，这对来讲是，伊是有了啊真偏执狂的对啦。因为伊做迄个歌完美主义者啦。我唔知对啊，唔对啦。我听伊拢真侪半音，一半音的呢，足歹唱的，足歹唱的，太厉害了。对。没有这个曲子其实是那时候做大佛普拉斯的时候，有一个我第一首写的曲子，就是原来它是一个演奏曲，所以是后来是一个我们淡江的一个学姐，叫王昭华，她是潮州人。王昭华老师，潮州人，潮州人，她的台语真的是有厉害，台语非常的厉害，厉害。然后呢，看完电影他就过2天就交了这首词，一个字都没有改，因为它是填进去的。是，这靠拍下来，先有曲，再字，那个要文字能力要非常非常好。其实这个老师有一点我感觉伊是足深色的哦。安怎讲？因查某囝当初吼细汉的时阵啊，伊传承武艺吼，伊是做了非常的彻底。因查某囝讲爸爸，我们等一下怎么样？就不爱睬伊，你知道？爸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要讲哈发。你讲法爱讲哈发，你没有，你若无讲哈发，我不理你。我就不爱。后来即马查某囝的这个客语讲得真好，会骂人哦。其实这真重要，咱讲。武艺的传承就重要。武艺传承对啊。台语嘛共款啊。即摆你若讲有的囡仔，袂晓讲台语，啊，袂晓讲家己的母语，袂晓讲客语，袂晓讲原住民的话，这嘛是真遗憾的代志。咱讲。是啦。因上个重要就是讲，我感觉你无一定是遮的人。但是你人讲这个语言，就是对这个人的尊重。当然，这是啊，人听到哇，你安尼一两句安尼袂歹呢，吼，安尼。是，我感觉是安尼。所以即个其实虽然讲我甲泰尚是讲台语，毋过来到即个美容即个所在吼，咱嘛加减爱学寡即个客语。啊，则是即个美容是南斯烟嘛。南西烟吼，是毋是有啥物即个美容在地特殊的客语会当？小教我甲泰上吼一步切啦，比如讲雅莲，雅莲就是雅莲嘛，雅莲，要改有一个语助词，雅莲，恁遮有一种鸟啊叫做水蛭，这个野鸟下回因讲，敢若台语叫做菱角鸟。官田遐个菱角鸟，咱这边叫做雅莲鸟，有叫做这个水盐鸡，含鸡有关系啊。对，水盐鸡。安尼客语这个水蛭就应该安怎护这个鸟啊？我们现在要叫它做雅莲雕。雅莲，因为我们现在它的那个栖地就是在野莲塘里头，当地的保育团体就说这个是我们这边的雅莲雕，野莲鸟啦。学到一课咯，以后来遮就讲雅莲雕啊。是。若是讲来去你家洗澡，来去恁兜洗个澡，来去你家洗个澡。安尼客语安怎讲？来去恁屋卡温浴，应该是浴室的浴。温浴，温是有点那个。要怎么讲？温暖的温吗？不是，是手字旁的温。温手字旁的不是水。我怎样？
香港字写的丸啊，丸石嘅丸啊。哇，好厉害！丸石嘅丸啊。哦，大佬，哎呀，我知道了嘛。西城啊，做得。西城嘅做得。哦，來去二一副卡西城。哎。可以啊。可以，那么温药也可以。哦，来，安尼老师刷来上落尾这条歌曲，来西西妹啊。西西妹嘛。西西妹。哦，来西西妹。西妹也是指女性，但是西妹如果没有加西妹叶，西妹是有点是你的情人的意思。哦，西妹是我太太的代号，所以我女儿叫西妹，就是小的西妹。哦，原来是安尼，因为你看看，一讲了到底，咱就知影这个意思。对，无咱也袂晓用，是咪安尼？是啦。安尼老师，西西妹，西西妹，西西妹。西西妹，看恁把个树，西西妹，看恁把个树，俺呢用卡来阿婆给散步，看安讲，姑姑给山。天做开舞，西西妹，看恁阿公嘅树，西西妹，看恁阿媽嘅樹，阿公阿媽等起到，慢嘅用住路，點咩去該下。你个西木嘅西猪猪，西西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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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咱经过这2天的这个，你看这天气，真正我熬早，歹势，我同你讲天气真好安尼。哎呀，水，这鸭脸，这内底敢有我捌的迄白吗？有啦哦，敢有？做厉害，做厉害。我跟你讲，搞早。啊，真正哦，这一届哦，讲足感谢，遮尔好食的暗顿，吼，啊，搁介绍阮去赏这个野鸟安尼，对，哦，啊，因为阮昨吼咧浸这个烧水时，看恁安尼一真好，迄个手吼，一直浸咧冷水内底，咱是咧浸烧水，因是咧浸冷水，对啊，这边皮肤拢揪落，拢揪落，安尼，啊，所以讲阮传一个小礼物吼，要送恁安尼，对，这是来去恁兜洗婚书咱的吼周边啦。这物件就是保护你的手，啊，搁保护你的身体cream，嘿，啊，搁这个面巾，吼，这拢是有咱的吼，这个马库迪的。是，啊，要送是啊，谢谢。问上鸭脸，上这哦，啊，他们要再造，上几杯鸭脸哟，来讲一杯好。哎。送到遮贵重，歹势，谢，落来，安尼，啊，你包的，安怎包？无咧扛伫车，你就甲包喺车，安尼甲包的，安尼哦，好啦，包好哈，好啦，好，头衫拢等个台北变打去，哎呦，变瓜，我点咪？啊，无看到咱经过啥物餐厅咧，先来插落，请个头家先甲插落，先开安尼啦，对啦，好不？好，谢谢啊，谢谢，好，李长，谢谢，谢谢，感恩，拜拜，谢谢，哎，我是，喂，来一声，谢谢，李长感谢，姐感谢，谢谢，拜拜，谢谢你，拜拜。
爱无哦，爱无，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我还水啊，我水水啊，好，拜拜。